象言。今日分享嘅題目係環保使用。大家好，我同家人組成咗一個綠色小組隊，我哋將減量替代、重用、回收融入咗每日常嘅入邊，減少使用。我哋去超市嘅時候買嘢一定要自備環保袋，替代使用。我哋將家中嘅一次性紙巾換成咗可以洗嘅棉質抹布。廢物利用係我哋將傳嚟嘅紙箱改成文具盒，循環再用。我哋認真分類垃圾。我哋今日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。